讲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看到我就知影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介绍小满了后刷落来的这块蒙井。蒙井汉字写作蒙井，罗马字写作母王蒙，子应井。蒙第5条，井第2条。蒙井差不多拢伫新历的6月初5到6月初7迄卡兜。蒙井这2字就是稻啊结穗的意思。这个时阵天气要开始炎热，黄山雨话袂声，要种植农作物较无好。蒙井的时，西瓜乃至山影这热人的果子嘛开始上市啊。这个果子拢是鲜的，我足爱食的，尤其做成串冰嘛真赞。伫炎热的天气，通互咱体凉。除了果子，讨海人这阵海东嘛真有。伫基隆、澎湖、台南外海有小港啊。高雄外海有小床，苏澳甲小琉球的外海有北欧。有介意食海鲜的朋友，行，咱做伙来去台南食小港仔米粉。甲蒙井有牵卡的俗语有：4月蒙井雨，5月无大土，6月火烧煲。意思就是讲，蒙井迄天若落雨，就会落到5月，所以5月就无大的土。到6月时，若是好天，就会热甲像火咧烧，足热足热的。还有一句俗语是“蒙井野，讨无食”，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蒙井了后，百花的花期拢过去啊。即阵的尾牙已经无花粉通采，无通食啊！你会枵死！柳、蒙井、结穗、小港仔、小床、北乌、4月蒙井雨，5月无大土。6月火烧煲，蒙井野讨无食。趁即马这块行到蒙井，西瓜山影当着时，我要紧来去加食挂。安尼，今仔日咱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